怀念的报音员，听到这首歌，脑海中就会浮出秋飘阿舅亲切的形影。若讲伊是当年中南部上受欢迎的报音员，我相信无人会反对。伊往生的时阵，我已经伫小学做老师啊，实在互人心内真遗憾，感叹生命无常。每一年的秋天，秋风若是吹来，悲情的风声咻咻叫的时阵，总是互我想到秋飘阿舅讲话特色。伊讲话潲声，会使讲是伊的注册商标。伊亲切的态度，嘛永远使人笑脸。只有伊是阮心内上解怀念的报音员。后记写一篇散文，已经超过10冬。愈怀念的人，对我来讲，愈歹落笔。当年的秋天，我想到秋飘阿舅，就摕起来写，只是当年拢写袂了，就放弃啊。今年我决心要写好了，为秋飘阿舅的事业留一个记录。